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Jackie 啦，咁係物理治療師嚟嘅。咁我今日咧就好高興咧，就請咗阿林醫生咧上嚟做一個分享，係啦。咁關於膝頭哥嘅問題喎，林醫生你好。你好。係啦，咁最近咧好多人去跑呢個馬拉松嘅比賽啦，咁好多朋友咧跑完之後咧就好時會整到個膝頭哥，即係有啲痛症會出現喎。我想問咧，常見跑手遇見嘅膝頭哥痛症有邊幾類會比較多啲嘅？咁我諗其實係好常見嘅。咁都要分翻咧，就係佢都要問翻個跑手，譬如話佢本身即係佢無論訓練或者跑嘅中間，佢有冇真係整親？咁如果佢同佢講佢都冇一下明顯整親嘅，咁我諗大部分有幾類，譬如話有啲係啲肌肉過分疲勞啦，咁或者你可能有陣時我哋聽過啲叫跳躍膝啊 jumping knee 啦，咁都係常見㗎啦嚇。咁另外有啲 IT band 痛咁當然都會有咯。有啲如果佢真係冇彩整親嘅，譬如話即係輕微到啲肌肉拉傷啊，又或者甚至乎有陣時半月板啊、十字韌帶啊呢啲整親咧都係可以發生。明白。咁常見呢啲問題咧，有咩治療方法會比較多啲建議咧？係，咁我諗其實最緊要咧就係要揾清楚嗰個即係確實個診斷啦嚇。因為其實膝頭哥痛咧，我諗即係亦都好常見，或者其中接近一個骨科最接近會成日見到嘅問題。其實係嗰個診斷嘅重要性咧，即係我哋知道係咩問題，你先可以對症下藥嘅。咁一般嚟講，我哋會問翻個病歷啦，即係做咗個檢查，再加減埋需唔需要做一啲適當嘅造影，例如 X 光或者磁力共振。咁有一啲即係好簡單嘅，譬如話揀石肌肉拉傷咗或者過勞，咁可能止痛藥、物理治療或者休息，其實已經可以處理到。到甚至乎一啲比較嚴重啲，例如半月板受傷啊，或者十字韌帶啊，咁可能喺有啲情況下需要去到手術治療。咁所以其實嗰個處理方法都好闊嘅，都要睇翻實際嘅情況而作出決定。明白。有啲跑手咧會有時想嘗試用一啲注射方法去做治療咧，其實有冇啲咩作用或者有冇咩要注意嘅事咧？咁我諗嗰個注射咧就要好清楚啦。第一，即係我諗坊間都有唔同嘅可能打針啦嚇，咁即係一啲可能簡單嘅止痛針啦，又或者有啲人會打叫類固醇啦嚇，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會聽過一啲叫做透明質酸，或者啲人講嘅啫喱啦，又或者叫做即係而家有啲人講嘅叫做 PRP 都有嘅，咁所以都要睇翻佢實際情況，因為其實佢每一樣嘅注射咧，其實針對緊唔同嘅問題，咁所以都要睇翻實際情況，同埋佢喺邊個時候適合用咧先最緊要。明白。我最常見聽人講就注射透明質酸啊，我問咧注射透明質酸咧，可唔可以當係一個保健嘅方法，即係得閒又注射下，或者啲耐唔耐去注射下去保養翻膝頭哥，呢個 concept 又啱唔啱咧？呢個都係一個幾經常都會遇到或者經常俾人問嘅問題啦。咁首先透明質酸咧喺一般嘅文獻或者喺我哋骨科醫生嚟講咧，係針對一啲最常用嘅咧就係啲退化性關節炎，即係一般人講嘅膝頭哥退化啦嚇。咁首先咧都要，如果佢針對膝頭哥退化咧，其實佢係冇一個叫做即係令到你膝頭哥重生嘅功能嘅。佢基本上係一個叫做即係症狀上嘅舒緩，希望咧我哋有啲就叫做即係消炎啦、止痛啦，另外有啲吸震同埋潤滑嘅作用。咁所以咧其實理論上咧佢係冇根治到你原本根本嘅問題。所以大部分嘅文獻咧佢都話，即使你如果係真係退化性關節去打咗呢啲針咧，其實文獻好闊啦，有啲可能講10個人打5、6個人有效，甚至乎個效用咧亦都唔係長久嘅。咁所以我哋咧都唔建議病人就係話定期去做一個注射。因為首先咧，可能就係話要診斷清楚你係咪真係叫膝頭哥退化性關節。第二咧，其實亦都唔係個個打咗有效。咁所以其實注射之前咧都要做好個檢查，問清楚你醫生咧，先去做一個注射，就唔好以一個叫補充劑或者補品而去做一個咁嘅治療啦。明白啊，林醫生頭先都講解得好清楚。咁所以好多跑手咧遇到呢啲問題咧，我諗最緊要啦就係有任何嘅受傷，咁首先就要諮詢翻醫生嘅意見啦，係特別骨科醫生嘅意見。咁 make sure 究竟我哋要揾到嗰個診斷出嚟先，知道係咩問題先，跟住當你知道咗咩問題之後咧，再睇下用咩方法去做處理。係啦，咁最常見就包括譬如食藥啦，甚至係物理治療啦，休息啦等等方法處理。跟住如果真係嚴重問題，可能真係先需要考慮手術嘅方法啦。咁但係最緊要就係真係揾到個問題原因，對症下藥，咁先至最有效啦。咁所以希望我哋今日呢個分享咧，幫到大家各位跑手嘅。唔該晒。